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23章。保罗主捌看议员讲：各位兄弟，我伫上帝的面前，照完全清白的良心生活，直到今仔日。大祭司阿那尼亚命令徛伫保罗身边的人，甲伊献喙配。保罗对伊讲：你这个擦甲白白的墙，上帝要拍你。你规定应该照法律甲我审判，你竟然违法，命令人拍我。徛伫保罗边仔的人讲：你敢骂上帝的大祭司？保罗应讲：兄弟啊，我毋知伊是大祭司。圣经有记载讲，毋通侮辱治理人民的长官。保罗一个知影，因中间有的是撒都该派的人，有的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就伫议会话讲：兄弟，我是法利赛派的人，是法利赛人的囝。我受审问，是因为仰望死人的国约。伊一个安尼讲，法利赛派的人甲撒都该派的人就去争论，议会嘛分裂。因为撒都该派的人讲无国约、无天使，嘛无鬼神。毋过法利赛派的人即三项拢有信。宣嚷的声哪来哪大，几若个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徛起来，极力抗议讲：阮找袂出这人有甚物错误，敢真正有鬼神，也是天使对伊讲话哦。争论哪来哪激烈，指挥官惊了保罗，互因拆喙，就命令兵落去对众人中间，甲保罗抢出来，带入去营房。迄暝，主徛伫保罗的身边，讲：着勇敢，你已经有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，嘛一定着伫罗马为着我做见证。过早起，犹太人斗阵计谋，就算若无杀死保罗，毋食毋啉。有40外个人参加这个阴谋。因去见祭司长甲长老，讲：我已经就动抓，若无杀死保罗，拢毋食。现在恁甲议会就要求指挥官带保罗来互恁，假做要较详细查问伊的案件。阮会准备好势，伫伊到以前，甲伊杀死。保罗的外甥听到这个埋伏的阴谋，就入去兵营，甲保罗讲。保罗就请一个军官来，甲伊讲，请带这个少年人去见指挥官，有代志要甲伊报告。军官就带少年人去见指挥官，讲：迄个犯人保罗叫我来，要求我带这个少年人来见你，因为伊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指挥官牵伊的手去边仔，问伊：你有甚物代志要甲我报告？伊讲：犹太人已经讲好势，假做要搁较详细调查保罗的案件，要请你明仔载甲伊送去议会。请你毋通听因的话，因为有40外个人埋伏伫等伊，因就抓，若无杀死保罗，毋食毋啉。现在因拢准备好势，伫听候你允准。指挥官就吩咐少年人讲：毋通对人讲你有报我知即项代志，然后叫伊转去。指挥官叫2个军官来，甲因讲：去准备步兵200个，马兵70个，甲骑枪的兵200个，通伫今晚9点出发去凯撒利亚。搁去准备马，互保罗骑，护送伊安全到菲勒斯总督遐。指挥官就写一张批，安尼讲：
克罗地路西亚甲总督菲利斯阁下请安。这人互犹太人掠去，得要互因杀死的时，我一个知伊是罗马公民，就带兵去甲伊救。我想要明白因控告伊的理由，就送伊去因的议会。我发现伊互人告是关系因律法的争论，并无犯着什么该死，也是着关监的罪。后来有人甲我报告犹太人计谋要害伊，所以我随时送伊去你遐。同时命令告伊的人嘛着伫你的面前甲伊控告。步兵执行命令，透暝将保罗带去安提帕底。隔日，步兵转去营里，互马兵继续护送。因到凯撒利亚，将迄张批摕互总督，嘛将保罗交互伊。总督读迄张批了，问保罗是倒一省的人，知影是基利家省的人，就讲告你的人到位时，我才处理你的案件。后来总督命令将保罗拘留伫希律的公署。